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是周末，胡适没有交易。新浪证券有一个报道说，机构称港股是本轮牛市的主战场。国泰海通海外策略团队发布研报表示，今年港股明显跑赢 A 股，背后反映宏观偏弱背景下，港股稀缺性资产更具吸引力。类似2012年到14年移动互联网浪潮下，港股比 A 股率先崛起，互联网、新消费、创新药、红利等板块的稀缺资产在港股更加集中，与当前 AI 应用、新消费等产业趋势相关度更高，即港股资产稀缺性所在。随着外部扰动减缓，国内政策发力驱动基本面修复，南下提供边际资金增量，下半年港股望进一步向上。结构上，恒生科技更优。搞了半天，原来牛市在港股，这港股是本轮牛市的主战场。那这么多散户、金融消费者都在炒胡适，这不被骗了吗？在这玩了半天，原来这个主场在香港港股。大家也知道，今年以来，去年这很多机构唱多人民币资产，这不是坏事。这高盛、摩根大通还有摩根士丹利，动不动就超配中国股票，超配中国资产，强烈建议买入。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说，这些机构开喇叭吹轿子，他有他的目的。他说超配，那都是模拟盘，他们顶多买一点香港的股票，那就顶多了。别看他们叫的声音大，别看他们的小作文一篇又一篇，甚至他模拟盘满仓买入的都不是胡适，很有可能是港股。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东吴证券发了一个研报，他这个研报倒实实在在。根据东吴证券的这个说法，他说4月份以来，大量海外资金涌入香港，造成一段时间内港币进入什么强方保证，同时压制港币的拆借利率大幅下跌，在短短的1个月，从4%下跌到0.5%附近。也就是确实有很多美金外资进入了香港，但是这外资是怎么来的？东吴证券说，他说我们猜测这些蜂拥而至的资金是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的海外资金，而不是境外机构的资金。理由有2个，他说其一，这来自一些草根的调研结果；第二，他说我们接触的欧美机构反馈没有买入这个港股，也就是他们东吴证券去调研的一些大的海外机构，人家都说没有像外资机构吹的那样买入人民币资产或者是叫什么港股。这是东吴证券的调研报告，所以好多自嗨的、自吹自擂的，什么海外资金、美元资产狂卖什么，狂卖美国的科技股，狂买中国的科技股。我在以前就说过了，这就是高级黑。这高盛就喜欢高级黑，居然说拼多多是中国科技股的这榜样，可以与美国的这个苹果、特斯拉、英伟达相媲美。所以东吴证券这个研究报告名字就叫美国人买美国资产。我们再看看360的周鸿祎，好像今天发了个视频，我看这个有媒体报道说，周鸿祎称准备干掉360市场部。360也是上市公司啊，按照高盛的说法，那也是科技股。360准备干什么呢？当天周鸿祎在其发布一条视频称，准备干掉360整个市场部，这样1年可以给公司省下几千万元。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这次我准备动真格了。从今天起，我要准备做一个挑战，我一个人要完成一场完整的新产品发布会。这个周鸿祎的干掉市场部的言论引发行业关注。这个周鸿祎有关干掉市场部的言论背后是 A 股上市公司360去年业绩出现大幅下滑。根据360 2024年年报，公司过去1年实现营业收入79.5亿元，同比下降12%，规模净利润从2023年的亏损4.92亿变为亏损10.9亿元，增亏6个亿。扣非净利润从2023年的亏损7.56亿变成亏损11.8亿，经营现金流为3.26亿元，同比下降65%，业绩大幅下滑。360市场部难辞其咎。从营业收入分行业情况看，360的互联网广告及服务、智能硬件、安全及其他3大行业2024年收入分别同比下降7.8%、35%、27%，就连互联网增值业务中的游戏收入同比也下降7%。与此同时，业绩它这个营业收入、利润双下滑的同时，360 2024年销售费用却增长6.4%，是21亿元。销售费用率从2023年的22%增至2024年的27%，也就是你的收入降了，你销售费用还多了，花的钱还多了，销售费用不降反增，这个尴尬。
2024年销售费用中，市场推广费一项出现异常增长，同比增长34%至9.18亿元。而对比公司2023年至2024年销售人员数量和职工薪酬及福利，可见变化并不大。也就是360市场部去年新增的2个多亿的推广费没有什么效果，至少多花了2个多亿推广，但是它的收入还在下降。即便如此，360 2025年一季度销售费用仍旧继续疯涨，在营业收入仅增8.4%的背景下，360一季度销售费用支出是8亿，同比增幅高达72%，进一步导致360一季度亏损额放大到2.8亿。所以萎靡的市场端与持续激增的市场费用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让这个周鸿祎无法容忍，再也坐不住了。所以红衣教主扬言要干掉市场部，这个恐怕不是说着玩的。又有多少人要失业，又有多少岗位没了。前几天花旗银行技术部3000多人一刀切没了，是3000个岗位。360这个科技公司靠什么赚钱呢？一年比一年亏得多。这也是上市公司，一有风吹草动，一有什么一炒概念，炒什么算力，炒人工智能，炒机器人，360都当仁不让，都来一波，对吧？实际上你要看看它的财报，再这么下去退市不远了。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这个段子对炒股有很大帮助。说有一个股民2008年的时候花8万块钱买了1000股贵州茅台，当时恐怕跌得比较狠吧，80一股，是不是好像是叫什么塑化剂那个事件，我有点印象。再加上什么要刹住什么公款吃喝啊，要停什么楼堂会所，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个股民他就买了1000股贵州茅台，巧了，他刚买完之后没多长时间，他就因为犯事被抓了，还没少判，给他判了15年。那服刑期间没法炒股，所以导致他那个账号就被封着的，他就没法操作啊。那有时候在里面改造比较彻底，所以他就把这个股票的事给忘了。在里面恐怕也没有什么股友之间交流，也没有办法看胡一静的这个视频，没有财经节目，在里面交流的恐怕都是各种特殊技能，所以他就把股票这个事忘了。到了2023年刑满释放，那出来的找饭辙啊，没人管饭了，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他就出来找工作。那找工作你想，关了15年出来找工作，那肯定是四处碰壁，大家都不要，一看他有前科都不愿意录用，所以就这么在外面晃荡，混一天是一天。突然有一天啊，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买过股票，对吧？他有印象，想起来了，但是账号的密码还账号的这个他都忘了。这个人拿着身份证到证券公司去查，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回账号密码，打开账户一看，自己都吓了一跳，居然市值200多万。该名男子激动的不行，感叹说：“感谢政府啊，如果不是被关着15年改造，他怎么可能赚200多万呢？这都是相当于政府给他的补贴。他在里面待着15年，如果他在外面，先不要说股票了，说不定他的8万都赔掉了。他这15年在外面，他就是工作，他也赚不到200万。所以这下他确实双赢了，身体也好了。这个段子虽然是不知真假，但这样的事情很多，大家知道吧？以前我建议大家被套的，那你就僵尸战法，装植物人，就地躺倒，就这个道理，你不管他。但是现在不行了。那以前这个人买的是贵州茅台，2008年的时候退市还不多，一直到2023年，每年退市的股票也就几只，甚至有的时候一年都退不到3-5只的，所以退市的风险很低。你买的垃圾股你不动，被套你就不动，总有一天会解套，甚至还有赚钱，你能跑。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你买的股票真的有可能退市，他现在一年50只、60只，恐怕今年要100只，加大退市力度。万一你一拿了那个股票退市了，那就真的啥也没了。说到这个炒股，很多人总觉得自己是幸运儿。大家看2段视频，我的100万炒股8个月还剩多少？这个视频呢，我希望在炒股跟想炒股的呢，能以我为戒啊。当然赚钱的可以划走了啊。去年10月份呢，股票有热度啊，视频可查，然后我就拿了100万去玩股票啊。然后刚进去没几天吧，就感觉这玩意儿非常简单啊，无非就是把本金放进去等回本呗，100剩90，等回本等到80，80等到70，70等到60，60等到50，50等到现在的37啊。刚开始觉得是投资，后来呢觉得有点像赌博，再后来啊感觉有点像诈骗，最后明白了，他妈抢劫！我他妈现在算是开悟了啊！全世界乃至全宇宙最聪明的人都在股市里，不是你掏我，就是我掏你。咱们一个普通小散户想从资本跟机构兜里掏米，无异于断腿的青蛙想要爬出井底。别的不说啊，你就看那专业炒股的财经博主，有几个能保持盈利？哪怕短期盈利，长期99%的人都是为回本前赴后继。我这37万呢，就准备提现了，代价呢是62万的本金不见了。炒股这玩意儿亏钱跟做买卖不一样，做买卖亏钱讲究有一个过程，而炒股亏钱呢，往往发生在睡眼朦胧。趁着呢还有37，我给它拿出来，
然后买个东西带身上，每天看见呢警醒自己，以后股票不要碰，给自己长个教训啊。正好也快过生日了，至于买啥吧，下条视频你们就知道了。最后呢，我还想说一句啊，远离股票，珍爱钱包，否则结局肯定是在天台上翩翩起舞，独领风骚。100万炒股8个月亏剩的钱提出来做何用？记住是亏剩的啊，今天来告诉你们。然后希望在炒股跟想炒股的人呢能以我为戒啊，当然赚钱的可以划走了。账户里的37要交易日才能提现，得到的37的代价是62，消失不见。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啊？股票这个东西，不管是先涨10%再跌10%，还是先跌10%再涨10%啊，最后结果都一样，亏钱。当然股票也没白炒啊，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认知之外的钱不要想着赚。但凡告诉你能赚的都是骗。为了铭记大 A 给我的教训啊，我又在股市仅剩的这37的基础上加了11万，给自己上了把劲。生活太苦了，给自己安排一块黑冰糖，也当送自己一个警醒吧。正好我也快过生日了啊！100万股票亏剩了37啊，又加上了11，就我可不可以把它算作成本是一共是111？当然大 A 悄无声息的拿走了62。100万本来可以买块理查德，可以买一块2比商金，也可以买一辆保时捷啊，我呢却他妈想放在大 A 里面等回本所以说这块黑冰糖呢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警醒，到了拍给你们看啊。以后如果说我再进大 A， 除非他妈母猪用屁股都能飞。有很多朋友说啊，那你干嘛买跌的不买涨的？我靠，我觉得你们这种思想穿越到古代，赚钱肯定是靠抢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啊，那你当初干嘛不买100万的黄金？我操，我要有这前后眼儿，我当初刚出生我就让我爸去跟马云、马化腾他们去拜把兄弟了，我还奋斗个鸡毛。然后祝各位啊，在股市里的义父早上岸啊，然后祝各位在观望的义父啊，想炒股的义父，好吧，一帆风顺。下条见嘛，也最后一条啊。这是一个自媒体博主，是一个叫阿南，我看他都是在什么文玩圈打假，卖假珠子啊，这是什么假文玩，在茶叶圈里面打假，喜欢揭露这个文玩圈、茶叶圈里面的那些黑幕的，那叫阿南。我为什么知道他？我经常刷到他。巧了，去年不是9月底国庆节一波牛市嘛，股市暴涨。阿南估计他的文玩的行业流量不行了，很多自媒体都要转型，所以他就准备转财经博主，也就类似这个，他就真的是拿100万，他去抓牛市，每天给大家汇报他的成绩，每天告诉大家赔多少。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买入开始就亏，他确实买在最高点，好像就是去年国庆节期间冲进去了100万。按他的说法，现在还有37万。我觉得阿南很有代表性，他以前都不关注股市，根本就不炒，恐怕赚了点小钱，他就做文玩、做茶叶。也是去年被这个媒体一宣传，牛市来了，14000点，大家还记得吧？牛市来了，以前一天成交量都是5000亿，突然放大到5万亿，好像是3万亿吧，最大的时候疯了，多少小白被那个媒体一忽悠，被那炒股中介一忽悠，摩拳擦掌，提着钱就进来了。有多少人的下场跟这个阿南一样？我在有一期节目说了，所有在网上炫他战绩的，说他赚钱的，什么2年从50万到500万，什么今天抓了几个涨停，今天涨了3个点，所有像这些都是忽悠你去买课，忽悠你加他的群。当然了，有人说像这些 UP 主天天卖惨，也是为了收割流量，天天说自己炒股赔钱。这个阿南确实赔钱，人家晒的账户不玩了，人家退出了，他以他亲身经历教育了大家。这个阿南是个失败的炒股，我的亲身经历，我比阿南要厉害得多，因为我是赚过钱的，我还涨了3倍，满仓涨3倍，我经历过牛市6400点是吧？我从1000点炒到6000点，那妥妥的是大牛市，骑在牛身上满仓操作啊，那最后还不是赔钱吗？最后不是赔了几百万吗？我有我的亲身经历，天天在这儿说胡适要远离胡适，不要炒，咱们是普通人，是韭菜啊，你既搞不过机构，搞不过监管，你也搞不定你自己，最终是跟人性在斗争。所有炒股赚钱的人都是你运好，命好啊，运气好，你赶上了叫什么慢牛？慢牛什么意思？慢牛就是你只要买了不卖，你永远赚钱，或者你只要买，因为你卖肯定是比他高了，因为他是走的是慢牛，慢慢走，所以你想犯错误的不太容易。你今天一买，过5天，过1个月卖了，赚了10%、5%，这叫慢牛，一直走，它连波动都没有。一旦出现波动，我告诉你，今天是3000点，明天涨到3500，过几天又跌到3300，好，你3500到3300这儿把你的钱，把你的收益全部给赔干净，可能还不止。
这就是坐电梯。这胡锡进老师就天天坐电梯。这种猴市，你看它波动好像也不大，这个都是要命的，你只能走牛市。牛市什么意思啊？小慢牛，也就是今天涨20个点，明天涨12个点，后天跌5个点，再过几天又涨20个点，就是慢慢往上涨。也就是不是你有本事赚钱，而纯粹是你走了狗屎运，赶上了慢牛。就好比买房子，你是2000年到2017年之间，你在上海买了房子，稀里糊涂的，那你就是赚钱了。你就买了这个把它卖掉，你就赚钱。你不卖，持有到现在也不赔钱。当然了，现在很多2017年以后买房的恐怕都赔了，价格跌了，这就慢牛市。我看有很多股民盼着大牛市，大牛市你赔的更多，只有慢牛才行。慢牛，比如说3300点涨到4000点，涨1年，就是慢慢涨；4000点涨到5000点，涨2年。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市场？猴市，从3600点到现在3300点，阿南2/3没了，赔掉2/3呀，只剩1/3了。我们再看胡锡进老师是坐电梯上瘾，自得其乐，每天杀进杀出的。这2天不是高考吗？胡锡进老师关于高考他也写了个评论，他说人在每一个阶段都应既努力又从容，不能懈怠，同时不能过度逼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既包括人生的际遇，也包括自己的天资和禀赋，发现自己顺势而为，扬己之长，避己之短，这些都是成功的秘诀。扬己之长，避己之短，这胡锡进说的是对的。我们现在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啊，过去讲究的是木桶理论，你不能有短板，所以要全面发展。你不能有缺点，你有缺点你得弥补你的缺点。有的人说我内向，那他就逼自己外向，就是这样。过去总想着是决定你的高度的，决定你能装多少水是最短的木板，但现在不是了，现在一定要发扬你的长处，短处就不要管它了。人生苦短，哪有空慢慢去改？只要不犯法不碍事，你就找到你的优点，找到你的长处，找到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别人稍微厉害的地方，拼命去发展，这样更容易，就走得轻松一点。这个胡锡进下面说，他说鸡娃把一切都简单化了，逼孩子们小年纪就埋头苦读，死记硬背，把提高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孩子是否有竞争力的首要标准，同时也把孩子的考分变成了家庭心理和氛围的基准线。不能不说，这背离了中国真实的时代情景，是看不清未来也摸不准现实的盲目从众。而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快乐和一家人的快乐都会付出很大的牺牲，而且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会对孩子的性格和心理发育形成难以挽回的永久性伤害。胡锡进老胡在这里断言，未来年轻人在社会上竞争，他的性格完整和积极向上，以及情商所包含的其他要素，将比他的知识掌握程度重要的多。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愿意接受新事物，习惯某种方式的不断学习，不知不觉中以惯性的方式就能实现自己进步，这要比他年轻时获得一个好的学历重要的多。小镇做题家们不要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大城市做题家，不要用自己做题创造一切的经验衡量孩子们未来。说老胡不是搞教育的，但是我非常相信自己的这份观察和直觉，他绝不会错。胡锡进的这些观点我都认可，关于教育，关于学习，关于小镇大城市做题家。你比如说今天我还在网上热搜说今天考试非常难，文科考历史，很多人大呼这个难度超难，还有理科考物理的也说很难。考历史为什么难？说历史那个题干有很多文言文，就不好好说话呀，不好好出题，完了这个那学生看题就看半天，这理解考得太难。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看法。所有说考得难的人，那都是做题家，他不一定是小镇，他就是做题家。为什么？他知识学得比较死记硬背，刷题刷到的题，只要跟自己没看过的那个题型，马上天塌了，一紧张发挥失常，知道的不知道的都会忘。这就是小镇做题家的这个类型。这个小镇做题家啊，他搞学历可以，他们考研考博都行，唯一的不行的就是工作。他一走上社会，他是刷题起家呀。这个社会上哪有那么多题让你刷呀？你每天遇到事情都是新事情、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你都得去解决。你总想重复过去的故事，哪有？他习惯了刷题之后，确实映入眼帘的这个题，只要他没见过，这个题型没见过，他马上就慌。知识他不是活学活用，死记硬背。真正你要掌握了这个知识，你随便变换花样，你怎么考的，你怎么难都没问题。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很难的，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咱们现在教育是小镇做题家刷题教育。第二个，确实这出题的也是有点飘了，专门出这种偏的不太常见的，不一定说这题多难，他这个方式增加了这些考生的压力。这考生本来就不容易，每天把自己刷得跟木头一样，结果你还来为难这些孩子。这些刚才说的什么关于年轻人在社会上竞争，关于性格重要，
不能用成绩分数来衡量这个孩子未来是否有竞争力的标准。我觉得胡锡进说都是对的，但是胡锡进他没有从根本上说怎么解决鸡娃。解决鸡娃，我们光号召父母那是没用的，号召家长，家长不鸡行吗？甚至有的孩子自己鸡自己，因为你没有上升途径，你没有什么资源，家里没有矿，你又不能4+4，那些越家里有矿的越鸡得更狠，有资源的那就鸡得更狠，人家还能4+4，人家还很多弯道超车的地方。那你说这些寒门学子，这些普通的民众，没有资源，没有钱，没有关系，都不靠自己鸡，那怎么办？机会那么少，是不是机会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难了，就好的岗位越来越少，你又进不了中国烟草，你也进不了石油行业。所以说这个呼吁不要鸡娃，你让家长让这些孩子真没用，这还是个社会问题理论上现在新生儿出生率都在下降，这马上800万700万，那这些人都能上大学，问题上大学有什么用呢？但最终还是要就业，就业就得有那种满意的达到他预期的那岗位，这些好的岗位都在减少，不是在增加，好的岗位也在减少。你新生儿虽然在减少，岗位在减少，那竞争压力还是一样大。你看看花旗一下就裁掉3000个，这3000个岗位没了，很多外资都撤了，外资撤的同时不就岗位没了吗？你只要不能提供这好的工作岗位，不足额的或者一定量的岗位，那家长就得鸡娃，孩子就得努力卷，没有办法。胡锡进老师他喜欢拿他那个年代举例子，他那个年代说实话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虽然说考的大学少，我说就工作而言，当时考大学恐怕30个考1个，40个考50个考1个，考大学很难，但是工作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所以那个时候鸡娃还没有现在鸡得很，那时候条件也不用，所以说往后这个鸡娃不是越来越少，鸡娃现象不是越来越弱，而是会越来越强。小镇做题家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就会变成大城市做题家。我上一次看新闻报道，海淀就是上地那一带反正是码农聚集地那地方以前有一个学校在北京市，它排名排不到前面，就中学就因为现在那地方全是码农，全是小镇做题家在那儿，那儿全是什么百度新浪微博都在那儿，还腾讯是吧？深深把那地方一个中学叫什么6中还是几中一下整成北京市名校，就是小镇做题家变成了大城市做题家。越是这些教育质量高的地方，它越鸡娃越严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